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实境短片中，有一部影片引发争议。这部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《羁押》描述英国10岁男孩残杀2岁男童的故事。不过导演事先未知会，引起遇害男童不满。有人要求奥斯卡应该将这部片踢出入围名单。羁押片段，约翰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聊吗？因为我 X 了那男孩，没错。这部影片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实境短片，描述的是2名才10岁的男孩杀害2岁男童的故事，而且是真人真事改编。旁白：罗伯特·汤普森跟约翰·威纳伯斯，当时只有10岁，全国非常愤慨，他们18岁时竟又被放了出来。2岁的詹姆士跟妈妈一起去采买，抵达购物中心，站在肉铺前，妈妈准备要付钱时，小朋友却咻的一下消失在妈妈的视线范围。遇害孩童詹姆士母亲：当下发生的好快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当时站在柜台准备付钱，他站在那，结果1分钟后他不见了。妈妈只是松开手，拿出钱包，詹姆士就失踪了。监视器拍到是一个小朋友牵着2岁的詹姆士离开卖场。英国警方，他们在商场外大概待了不到2分钟，就是那么的快，他们很确定等一下要去哪。这2个小朋友带着詹姆士沿着运河一直走，3人2小时走了4公里，对才2岁的詹姆士来说非常耗体力。最后他们抵达一个废弃车站的铁道旁。旁白：最后到了铁道边，他们对詹姆士被害孩童丢石头跟砖块，还用铁棒殴打，还性侵他，把他留在铁道上。之后他被留在那，被火车斩过。残忍谋杀案震惊全英国，2个10岁的男童竟想出如此害人的方式，将詹姆士凌迟致死。他们被捕后，互相指责是对方诱拐被害人。羁押片段：那不是我，因为我没有带他走。羁押片段：我们从未，不是我们。罗伯特说你牵着他走，我们从来都没。不是罗伯特，是你，我从来没有。1993年，法官宣判这2人要入狱服刑8年，但他们在2001年获得假释，还换了名字重新。没想到，记者约翰·威纳伯斯27岁时被持有并散布儿童色情照片被起诉。詹姆士的妈妈很不满，因为导演拍片前完全没询问家属。导演对此表示抱歉，说是想忠实呈现事实，但伤疤再次被掀起，受害家属承受2度伤痛。